国际 2.1 级顶尖赛事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昨日开战，中华队在首场台北站就标出好成绩，再度引爆国人热血魂。TVBS 与国际自由车总会 UCI 合作，连续3年此国际赛事。今年赛事全长740.1公里，共分为5站，从北到南。TVBS 全程使用电信的 4G 网络搭配卫星讯号赛事，将精彩的比赛实况透过 TVBS 新闻 YouTube 频道和 Line Today 播放给车迷观众。助战主持人由精通多国语言的美女主播马洁瑶担任，负责每一个站点的选手访问和 TVBS 节目主持工作，亮丽的外形成为场边亮点。精通中、英、韩文3种语言的马洁瑶，不止气质出众，口才流利，也曾参与过许多国际赛事的制播工作和记者会主持。TVBS 借重其外语背景和对体育赛事的熟稔度，邀请马洁瑶担任各站场边主持。过去的采访多半在室内或是定点，主持自由车公路赛必须跟着车手和转播团队移动，不像球赛，过程中比较能专注掌握选手的表现。公路赛需要移动场地，每站赛事都超过2个小时，主持人必须考量各站的环境、连线地点、车队抵达时间、转播空间、选手最新进度和教练团的战术等多重资讯，让马洁瑶兴奋地说，虽然有很多突发状况，但是非常刺激。曾在3年前首度就经验的 TVBS， 成为欧洲以外亚洲第一个全程网络国际自由车公路赛的电视台。今年转播工作再度动用空拍、SNG 卫星讯号、4G 卫星包、4组重机随车摄影、OB 转播车等多项复合式制播技术，每站进行至5个小时的跟拍，让讯号不中断，精彩无间断。网友纷纷留言大赞 ，TVBS 又进化了，的呈现真的越来越好。谢谢这5站的辛苦团队，谢谢 TVBS 摄影团队，还有谢谢网络团队跟拍的摄影师就是赞。赛事自月17日至21日，包含台北站 8.2 公里，桃园站 118.88 公里，浪漫台3线，新竹至苗栗 156.5 公里，南投站 166.56 公里，以及屏东站 192.8 公里，共计20支国内外专业车队，来自0个国家、7大洲、5大洋，超过200位精英车手齐聚，共同角逐象征团队最高荣誉的冠军黄衫。首站台北市区绕圈赛播出后获得观众广大回响，单日观看人次突破6万，最高同时有超过8000人在线观看。今年转播镜面也新增了 GPS 显示功能，透过与国内市占率最高的台湾车表制造商 Brighton 合作，在画面中同时呈现领先集团与主集团的时间差、距离差以及个别车速。TVBS 制播团队克服全路线中各个屏障，在赛前勘察每个弯道和每个角落，以确保讯号能正常传送。有别于录影播出的赛事，全程转播不仅拍摄选手卖力奋战的模样，也将沿途各县市的美丽景点和国定风景区一并收纳，播送给的观众和车友，进行城市行销和旅游宣传。马街要补充，每一站的风景都不相同，因此每一场赛事都很令人期待，也都很精彩。尤其是沿路的美景，更是不能错过的部分路线。
台北市府松高路、仁爱路、景福门折返绕行8圈路线，桃园、芦竹、大园、观音、新屋、杨梅、平镇、大溪、龙潭、复兴路线，竹北、关西、峨眉湖驿站、狮头山、南庄、仙山、公馆桃色公路、汶水老街、立溪坪休闲农场、卓兰大桥、石冈路线，政府、日月潭绕行路线，政府、丰港、车城、大鹏湾。